这是一座对外来人不友好的诡异小镇。准备上任的警员杰克刚进小镇，女儿贝拉就看到了解释不清的一幕：对面出现了另一个父亲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自己，驾驶着同样的汽车，正与他们擦车而过离开小镇。贝拉立刻将自己的所见告诉开车的父亲，可杰克认为是女儿的恶作剧，根本就没当一回事。就在此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一只大狗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杰克反应及时，猛打方向避开了大狗。不过刚下完大雨，道路湿滑，汽车失控，来了个360度的帅气漂移，掉入公路一旁的沟里。第二天的晚上，汽车才停止了翻滚。万幸的是，父女二人都没有丝毫的损伤。而小镇上真正的离奇事件才刚刚开始。顽皮的小男孩只因在超市偷了一块巧克力，回到房车上就遇到了奇异的现象。小孩嘛，都性情贪玩，起初他还认为是房车新开发的娱乐项目，伸出小手玩得不亦乐乎。唯独一旁的老狗对这一现象保持警惕，但下一秒意料之中的怪事发生了，房车的后半部分逐渐开始脱漆氧化。小男孩察觉到危险，慢慢向后退去，可惜早就已经为时已晚。很快警方就封锁了现场，可令大家出乎意料的是，在沙发的隐藏空间里竟找到了安然无恙的小男孩。不过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躲进的隐藏空间，甚至他都不记得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但那只老狗就没那么好命，已经变成了碳烤犬狗。失踪的后半截房车在不远处的树林里发现，虽然已经面目全非，但科研人员还是提取到了和房车相同材质的金属样本。杰克在现场又看到了昨晚拦路的大狗，于是跟着他向更深一步的森林探索。结果前方的景象更是让他震惊，在一定区域内，所有事物惨白一片，像是遭到过干冰速冻一般。被速冻的奶牛还缺少了一大块臀肉。正在他不知所以蒙圈的时候，突然被一支麻醉枪击中要害。等醒来时，已经被神秘人关进了吉普车上的狗笼里。原来神秘人真正的目的是抓捕那只大狗，而杰克显然就是他老眼昏花的牺牲品。没多久，他又锁定了大狗的位置，随后他拿出装有8倍镜的麻醉枪瞄准目标。可大狗似乎不是凡人，应该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，简单移动位置就让餐厅小哥成了新的替罪羊。逃走的大狗来到了小镇警长的家中，很明显他们之间是早就认识的关系。可就在大狗享受警长家食物的时候，屋内再次发生了诡异的现象。